路加福音第14章，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去到一个法利賽人領袖嘅屋下食飯。有啲人在船頭看等佢，拄好在佢面前有一個拔水中병嘅人。耶穌就問佢哋法律教師老法利賽人講：我哋嘅法律專人在安息日而병無？佢哋攏總點點唔出聲。耶穌就否定嘅人，醫好佢，喊佢走，然後佢對大家講：你哋當中有馬人，那嘢也係牛，在安息日跌落江度去，唔係嚴時將佢來上來呢？佢哋對耶穌所問嘅話，全部無話好應。耶穌注意到有啲人客為自家顯現實中嘅地位，就用比喻對大家講：你本人搶去參加婚宴宴席嘅事，唔好錯太位，驚怕所搶嘅人客有比你卡數尊重嘅。搶你兩三嘅主人會行前來對你講：拜託讓位本倆嘅人。嘅時，你會感覺親無面子，推到別國去坐。你本人搶嘅時，會坐四位，按樣主人來對你講：朋友，搶坐太位，嘅時，你在人客面前就親有體面，因為上帝愛將賜過嘅人講做比擬，也愛個神甘心謙卑嘅人。耶穌又對搶佢嘅主人講：你搶人食豬也係食鴨嘅事，唔好搶你嘅朋友、兄弟姊妹、親戚，也係有錢嘅鄰舍，驚怕佢哋後來也搶你嘅人情就得到報答你。你愛搶人客，就會搶嗰條窮苦嘅、殘障嘅、敗弱嘅、麻木嘅，按樣你就有福氣嚟，因為嗰條人冇乜嘅好報答你。在義人復發嘅時，上帝會親自報答你。強作有一個人聽到呢條話，就對耶穌講：如何在上帝嘅國享受宴席嘅人，係樣般有福氣啊！耶穌對佢講：有人太拜宴席，搶千多人客，為到開作嘅時，佢派僕人去對所搶嘅人客講：搶你哋來。特項準備好些咯，仲係佢哋開始一個一個推辭。頭一個講：我要買一口田，我一看做唔得，搶人量，我去唔得。另外一個講：我要買5對牛，我去試看呢，搶人量我失禮。又有一個講：我將結婚，實在無法吐氣，嘅僕人都轉去。將倆情形報告主人，倆家嘅主人太發現，就對僕人講：夾出去，到城裏嘅大街小巷，帶幾條窮苦嘅、殘障嘅、麻木嘅、敗腳嘅全部來。無幾久，僕人都轉來講：條家，你所吩咐嘅已經辦好了，仲係還係有千多空位。主人就對僕人講：你到街路老籬笆順嘅巷度去，勉強搶人入來，坐滿我嘅屋。我老二度講，這條先前所搶嘅人，一個也唔是想愛食我嘅宴席。非常多嘅人聽到耶穌向下行，耶穌轉身對佢哋講：到我兩位來嘅人，那唔係敬愛我養高自家嘅野愛。也係養過小姑娘、子女、兄弟姊妹，甚至自家，佢就無法度做我嘅學生。唔係騎自家嘅十字架來聽我嘅人，也無法度做我嘅學生。而到中間有馬人想愛起大樓，咁唔係先坐下來好好計算一下，看有完成全部工程嘅費用冇？那唔係按樣。驚怕天機大好，大樓上無法度完工，看到嘅人全部為手機講，兩個人開工，仲係無法度完工。假使有一個國王帶1萬人嘅軍隊，
愛去留另外一個帶2萬人軍隊嘅國王相持，佢敢唔係先坐下來明看呢？有可能打贏無？那係無可能，佢就會趕緊在敵人還親近嘅時，派使者去談和平嘅條件。同樣，你哋無論乜人，那麼表達自家所有嘅一切，就無法度做我嘅學生。鹽係好嘅，總係鹽那實質含義，愛用版自己在含內。為落鹽度也係摻在皮料中，兩種磨合，只有fit 有義工好談嘅人就愛談。